今日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建築物對空間嘅運用已經由平面發展到高空，好似一間咁嘅大宅就變成不切實際。其實每個時代嘅建築物都係為咗適應當時嘅社會環境，佢哋就好似一本活嘅歷史書一樣，話翻俾我哋聽昔日嘅民生究竟係點樣嘅。喺10至15世紀，中國經過幾次民族大遷徙，一部分本來居住喺大陸嘅人民呢，就逐漸移居到而家嘅新界。當時嘅移民當中，已經包括咗鄧、侯、彭、廖、文呢5大族嘅先祖㗎啦。最早嚟到新界拓荒嘅呢，可以算係鄧氏家族，佢哋選擇咗錦田定居。因為錦田呢係肥沃嘅河谷，最適宜耕種，所以佢哋定居喺呢度呢，可以講得係最順理成章嘅事。其實所有早期嘅移民啊，都係揾一啲適合耕作嘅地方，愛嚟做佢哋建村立業嘅基地嘅。咁佢哋除咗開闢耕地之外，當然仲要築橋啊、起路啊、開井啊，以及興建房舍、宗祠、廟宇、學堂等等啦。呢啲係早期嘅鄉村建築，呢啲建築啊係一定要同環境妥協先至可以存在嘅。至於點樣同環境妥協呢？咁我哋就要講下風水啦。風水堪輿嘅學說喺早期甚至近代嘅鄉村建築都有決定性嘅影響嘅。先民信奉風水呢，主要係想佢哋居住嘅地方同天然環境可以彼此協調同埋和諧。有啲人就以為風水係一啲古老嘅迷信啫，但係我哋睇下啲古舊建築呢，我哋就會發覺風水喺某方面係有佢實用嘅價值嘅。根據風水所講呢，南方屬陽，係得到溫暖同埋雨水之利，可以令到五穀豐登嘅。所以屋宇呢，就以坐北向南為最適宜嘅。其實從香港嘅氣候因素睇嚟呢，坐北向南嘅講法亦都大有道理嘅。因為香港受季候風嘅影響，如果你住喺一間坐北向南嘅屋呢，夏天你可以享受到清涼嘅南風，冬天呢又可以免除北風嘅吹襲。除此之外呢，仲更加可以避免太陽西斜嘅酷熱添。另一方面呢，風水亦都非常注重周圍嘅山川形勢㗎噃，咁嘅講法自然亦都有佢嘅實際價值嘅，因為山嶺呢係可以作為建築物嘅天然屏障，而水流就有利於農業灌溉啦。風係有煞氣嘅，所以唔單止屋宇嘅外面啊係要有天然嘅屏障去保護，連屋宇嘅庭院、門窗都要講究向背去避啲風煞嘅。嗱，呢度呢就係錦田掃樓園嘅一啲特別嘅磚窗。佢有通風嘅優點，但係就冇強風直吹嘅弊病。新界好多大宅裏邊呢，都有呢啲擋中屏風嘅。風水就話呢啲係用嚟擋煞嘅，但喺建築學上睇嚟呢，擋中屏風實在係有空間遮隔嘅作用，無謂俾人睇到晒啊！另外風水亦都講到陽宅最忌就係直路衝正大門，因為咁樣煞氣好大，令人難以安居。呢度就係粉嶺龍躍頭嘅老圍，大抵係因為咁呢，佢就起咗一條梯級路同個圍牆並排，而喺建築學上嚟講，亦都非常可取㗎嘛，因為咁樣個圍牆就更加堅固。當然啦，風水所包含嘅嘢咁多，
我哋係冇可能喺咁短嘅時間講得晒。不過從剛才嘅例子睇嚟呢，我哋知道古人對自然環境嘅認識，的確係比現代嘅一般人高出好多。早期嘅新界居民，因為都係中國大陸移居過嚟嘅，所以呢，佢哋好自然咁就將故鄉嘅建築文化一齊帶埋嚟。咁呢類嘅文化內涵呢，只要我哋睇下早期新界嘅建築物，就可以得知一二嘅啦。建築物通常都係長方形嘅，中間有庭院、天階。無論係掃盡嘅華廈，或者係單轉嘅屋宇，都具有對稱、均勻同埋凝重簡潔嘅特色嘅。呢啲特色聽講係受儒家不亢不卑嘅思想影響最大。一般主要嘅房舍或者建築物都係居中坐北向南，喺兩邊另外有房舍嘅。喺一啲大型建築物裏邊呢，仲會有3個廳、2個庭院，好似一啲大族嘅祠堂呢，就係咁噶啦。一般嚟講，傳統嘅中國式建築係可以分做3個主要部分，佢哋就係台基、骨架同埋屋頂。建築物通常係採用架構制，就係用柱洞去支撐屋梁，使到佢哋構成一個骨架。由左右兩邊嘅山牆同埋柱洞支架喺整個屋頂，然後呢就喺屋轉釘上木條，再用瓦去蓋住佢。喺中國結構嘅骨架全部都係用木材，但係喺香港呢就用花崗石做棟梁嘅比較多。主要嘅原因呢就係香港並唔係盛產木材嘅地方，而花崗石就有好多。所以唔少嘅柱躉同埋柱都係用花崗石做，用花崗石做嘅棟梁當然係比木襟好多啦。而喺設計方面，啲柱躉多數都係做得好圓滑，而且好多彎曲嘅，目的就係防止啲蟲蟻爬上去蛀啲木。當然啦，呢啲石躉仲可以防水添。屋宇嘅牆壁呢，就多數用青磚砌成，間中亦都有泥牆。至於屋頂呢，就多數用瓦蓋嘅。當然啦，先民選擇建築材料嘅好壞呢，就要視乎佢當時嘅經濟能力而定啦。一啲能力許可嘅大族呢，佢哋就往往會喺內地請一啲工匠同埋技師落到嚟香港同佢哋建築。而呢啲工匠同埋技師自然就會將內地嘅建築技巧啊同埋藝術裝飾一齊帶埋嚟香港。講到建築嘅藝術裝飾呢，我哋就唔能夠唔睇下俾人印象最深嘅屋脊，因為屋脊除咗喺架構上邊有實際嘅作用之外呢，喺外形方面亦都好有藝術價值嘅。可以講話遠遠見到佢就已經俾佢吸引咗㗎啦。喺香港現存最常見嘅屋脊形狀，專家將佢分為3種。第一種就係禾末式，因為佢嘅形狀好似禾稈草嘅末端咁。第二種就係托鼓式，呢種形式係指一啲類似幾何圖形嘅屋脊。第三種呢就係捲尾式，顧名思義啦，佢哋嘅尾部係一啲捲曲嘅花紋嚟嘅。當然啦，屋脊最搶眼嘅地方都仲係脊中間嗰啲華麗嘅浮雕、圖畫同埋名家嘅陶器啊、脊獸啊等等。而喺各類嘅建築物當中呢，又以廟宇同埋祠堂嘅屋脊係組飾得最為華麗。至於民居呢，就要算新田嘅大夫第啦，因為佢嘅屋脊係裝飾有著名嘅石灣陶器。可惜而家好多陶器已經損壞不堪啦。建築物嘅外形啊，除咗個屋脊係組飾得好美麗之外呢，佢哋嘅山牆啊，亦都力求創新。山牆又叫做烽火牆，係封閉嘅封。顧名思義呢，一旦有火警嘅時候，呢啲牆係可以阻止火勢嘅蔓延嘅。有啲牆裡面呢，仲留有空隙嘅，佢嘅作用就係隔熱同埋防止水流入屋裡面。
喺山牆嘅牆頭，好多時都繪有一啲好別緻嘅花紋嘅。而家喺新界最常見嘅山牆有金字形、鑊耳形，但係鑊耳形嘅山牆咧就唔係一般嘅農民可以享有嘅噃。佢哋一定要係有功名爵祿嘅人家咧，先至可以起鑊耳形嘅山牆嘅。而比較少見嘅山牆咧，亦都有一種叫做貓拱背。山牆係可以支撐橫梁嘅兩端，而斗拱亦都係屋宇結構嘅一大功臣嚟。斗拱係中國建築嘅一大特色，無論喺裝飾上或者結構上都有好大嘅價值。斗拱將骨架同埋屋頂連為一體，形成所謂飛檐，咁就縮短咗橫梁嘅距離啦，仲將資力集中於柱洞上面。斗拱可以話係反映咗中國建築技術利用木材嘅全面發展，而斗拱嘅設計亦都係各有特色。喺較大嘅鄉村建築裏面，門、窗同埋欄冊嘅設計都係多彩多姿嘅。門嘅格式有長方、半圓，甚至圓形都有。而窗同埋欄冊嘅設計就更加花樣繁多，因為佢哋唔係屬於屋宇結構嘅部分啊，所以喺設計上面就更加自由啦。好多古老建築物嘅屋檐之下，都畫咗不同內容嘅壁畫。聽講係因為屋檐下嘅空間經常係冇陽光，所以就比較陰暗。咁佢哋咧就喺嗰度畫啲白底嘅壁畫，令到檐底嘅空間比較明顯。當然呢一啲壁畫本身仲好有鑑賞嘅價值添，有時甚至係出自名家手筆㗎。喺各種屋宇嘅組飾當中，最令人感到興趣嘅呢，就係一啲人物塑像，譬如楊家將啊、福祿壽三星啊，或者八仙啊等等，又或者係一啲當年生活情況嘅寫照。有啲書院裏面嘅雕塑，據講仲係當時嘅教材嚟添。呢啲組飾都係好清楚咁反映出先民嘅日常生活，包括佢哋嘅工作啦、娛樂啦、傳說啊、信仰啊、風俗習慣等等。呢啲古老建築物嘅組飾，多數都係關於讀書同埋耕作，好少係關於商業同埋工業。我哋可以知道當時嘅社會係幾咁重視農而輕工商。現存嘅鄉村建築大致可以分做6類，就係圍村、書室、祠堂、廟宇、塔同埋普通嘅民居。而呢幾種建築當中呢，對先民影響最大嘅就係圍村，因為住喺圍牆裏邊呢，佢哋嘅性命、佢哋嘅財產就得到一定嘅保障。
以前啲富強嘅族人，佢起村嘅時候呢，就一齊起埋圍牆。有啲圍村就唔係，後來因為俾人襲擊過，先至夾錢再起圍牆嘅啫。講到圍村嘅設計呢，亦都好有特色嘅。嗱，我哋睇下沙田嘅曾大屋啦。阿謝生，你可唔可以講下圍村喺設計方面啊，係有啲咩特色嘅咧？香港嘅圍村咧係有幾個共同點嘅，就最主要嗰個咧，就大部分嘅圍村咧都係一個正四方形。咁正四方形嘅好處咧，就係俾佢一個好小嘅輪廓，就而能夠咧裏邊嘅面積咧又大。咁另外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嗰個咁細嘅面積能夠住到咁多人，即係高嘅密度。你講到密度係講裏邊住人嘅多少定係點？就係講住人嘅多少。咁其實咧，佢每一夥人啊嘅所佔嘅面積咧，同當時嚟講每一夥人嘅佔嘅面積係差唔多嘅。咁而佢能夠咁少嘅面積，大約係呢個100個平方米咁嘅面積而住到咁多伙人咧，係當時嚟講係一個奇蹟嚟㗎啦，已經係。頭先你講開話，即係嗰啲圍村係四方啊，咁其實喺保安上嚟講啊，圓形咪仲易於防守？呢個圓形咧就喺我哋江南一帶咧就唔係好適合嘅，因為咧就係由於呢個江南係受到呢個季候風影響。咁圓形咧又太過嗰個輪廓線咧又太少啦，嗰個通風系統咧又冇四正方形咁好啦，又佢中間嗰個通天啊喺圓形嗰個陣時咧處置咧又困難。咁喺我哋中國嘅呢個江蘇省啊，同埋喺浙江省啊，圓形嘅圍村咧亦都有。咁嗰度嘅氣候咧就同香港就唔係好同。所以咧，就香港咧用正方形嚟到做圍村，係佢個保安嘅好處，又有能夠達到即係幾項嘢能夠平衡得到嘅。咁喺站在建築學嚟講咧，係一個好優異嘅表現嚟嘅。至於圍村嘅特色咧，內部嚟講咧，就話都好多嘅。例如咧就啲兩口井啦，當日咧就用井啦，就而家就用自來水啦。晨早一早嘅時候咧，就喺呢度洗衫啊、煮飯啊，都喺呢一度。呢個嘅空間咧，亦都係當時嘅社會嘅社交嘅空間嚟嘅。依邊咧就主要咧係俾保安用嘅多。夜晚咧就有看更啊。樓上咧就有呢個炮樓啊咁樣樣。依度嘅正面嚟講咧，先至係佢個主要嘅居住嘅位置。而家我哋咧就睇下佢個內部嘅，即係內部嘅設計啦。好啊。呢個咧就係一個天井，係一個好細嘅天井。呢個天井咧就只係屬於一夥人嘅啫。呢個廚房啦，呢個廳堂啦，渠道咧就喺下邊。呢個天井嘅用途咧就好多嘅。主要係佢個通風。廚房就離開佢個廳堂。廚房嘅柴啊嘅燒嘅煙咧就直接可以上去，又能夠咧就保持晒佢整咁多夥人嘅通風。呢個咧係比較在當時嚟講係經常都用咁嘅方法嘅。呢度咧就係養佢嗰個家畜啊，養雞啊，養鴨啊。你睇到佢啲鐵啊，都係咁樣樣啊。呢度咧係佢個小型嘅天井，就所有嘅渠道啊嘅水咧，上邊嚟嘅水咧都係一路通由呢度咁樣樣向呢度咁滲出去嘅。而家咧就我哋咧又再睇下入邊呢個入邊嘅交通情況。入邊住幾多夥人啊？呢條主要嘅通道入到去，又睇下裏邊嘅隔音系統係點樣樣啦。
喺隔音設備方面咧，曾氏大屋嘅隔音咧都係好別緻嘅。佢前後咧就有2陣窗，而家佢係玻璃窗啦。當日嚟講咧係木窗嘅。咁啲木窗一打開咗咧，啲聲音咧喺裏邊咧一出嚟就去到依度咧就係空間，咁亦都就冇一種回音啦。咁木板同木板又隔開咗，所以咧由一戶嘅聲音咧係傳唔到去第二戶嘅。依個嘅天井啊，亦都係比較別緻嘅，能夠咁多戶分享依個空間咧，係好多圍村咧都係好適合嘅。係啦。除咗曾大屋之外咧，而家現存喺新界嘅圍村咧，仲相當多。最出名嘅當然係錦田嘅吉慶圍啦。除咗吉慶圍之外，其他好似粉嶺嘅近龍圍、松柏塱嘅客家圍，同埋錦田嘅永隆圍等等咧，都係好值得欣賞嘅。隨住時代嘅轉變，好多古老嘅建築物都因為發展嘅需要而拆卸，或者因為日久失修而荒廢，能夠流傳到現在嘅就好少。當然啦，喺現代嘅社會，呢啲建築物都冇佢哋實用嘅價值。但係如果從歷史或者美術嘅眼光嚟睇呢，咁佢哋嘅一梁一棟都係令人回味不已嘅。